的自己去理解了这个路不住你是不去对样路吃不住理解了哈格说过你会三零公巴是差不多是能有的呀这里能拿学写成完写了，你如果领这个光档了，你写成完写，小不成完写，小不成完写，如果光档过，好，你写的光档过。这个路不住你入不去对样路去吧，过得了呀，你到帮你自己去。